第7课，个人爱看耶稣。耶稣到什么乡下时，拢有真侪人来看伊。有一摆，伊要去耶路撒冷的时，伊到耶利哥的乡下，有一群人来看伊，甲伊行，有真大群的人甲耶稣行，所以细汉囡仔无法度看见耶稣，因为有真大群的人，有的大人也未通wat近耶稣，个人拢无法度看见伊。伫耶利哥有一个真理的人，这个真理的人的名是撒代。撒代因为真理无法度看见耶稣，撒代讲：遮大群的人，我想诶，我未通看到耶稣，我要爬头前的树仔。耶稣行过的时，我就通看见伊。撒代就爬树仔，伊去头前爬树仔，伊坐伫树仔顶。耶稣到树仔时，伊看顶面，伊看见撒代。耶稣知影撒代爬树仔，因为爱看到伊。耶稣知影撒代真理。耶稣甲撒代讲：撒代落来，我今仔日要伫恁厝食饭。撒代真奇怪，也真欢喜。伊爬树仔顶落来，耶稣带伊转去因厝食饭。撒代是一个真好食的人，伊是收税金的头人。犹太人无爱收税金的人，因为罗马国收税金。这人讲撒代是歹人，因为罗马国收税金。这人三甲问耶稣安怎入去收税金的人的厝，耶稣竟毋知撒代收税金。总是耶稣欢喜去撒代的厝，因要食饭的时，撒代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要摕我所有的一半互善良人，我的钱的一半我要互无钱的人，我的钱的一半我要互人，一半我通用。总是我若对什么人收济的税金，我要先伊4倍。耶稣应伊讲：撒代，我真欢喜听你安尼讲，今仔日恁遮的人得救，好食人得救是真好。总是恁今仔日得救，因为恁无我靠恁的钱。撒代真欢喜听主讲伊会得救。看鲁加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。